Hello 姐姐 Hello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你呢個 Justity，你幾多歲啊？ 44歲，結咗婚未啊？結咗啦，有冇小朋友？有幾歲啊？三個小朋友，幾歲啊？一個係13歲，兩個係8歲同7歲。咁你住咗幾耐喺香港10年， ？10年。咁你照顧乜嘢啊？照顧個小朋友同老人家。老人家健康？健康健康，使唔使搭輪椅？要使唔使去復診？要咁你點幫助老人家？同佢行街喺公園，然後咧煮飯俾佢食。使唔使幫佢沖涼啊？唔使攞衫俾佢啊！哦，咁你識唔識煮餸啊？食煮咩啊餸？之後將我煮麥皮，仲濕雞蛋，煮粥，晏晝煮米粉，意麵，河粉，早飯，煮內麵。OK，咁普通都識㗎係咪啊？食咁你識唔識咩餸啊？食，好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